今天很狼狈，今天去上了一个课，哇，真的是听不策略成本管理，哇，这真是有够硬的，真的是哦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没读书哦，真正是没路用啊，很惨哦，就是因为书读的不多哦，才会想要多读一点书，多了解一下这企业经理的一些什么原理什么，我觉得这个好难。那今天来论述一些事情哦，不要每次说啊，你每次都干干叫，只会干干叫。干干叫是这样，你就是人家干干叫，我就干干叫。那今天都不要干干叫，我们用好好讲，慢慢讲。首先呢，还是跟大家讲一下，我开直播不是为了赚钱。那所以这2天大概有数百位朋友来加好友吧。很抱歉都把你们删掉，因为呢，我不是要蹭谁的热度。如果你们今天认同我的说法就认同，不认同就不认同，我觉得 OK 了。加了好友之后也没有什么任何差异化，因为我也就是完全是公开，所以说不好意思，对啊，我拒绝了你们的邀请。那也只是要告诉大家，我就不是要靠这个来赚钱。当然啦，很多人开直播赚钱也没有错，那个是每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经营方式，那个也没有错。那我只是讲一下，我并不是为了赚钱而开直播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今天论述的就是还有一个有关于伦理这件事情。我其实标案旁边有些人其实真的是相当不错了，很有伦理。所以说今天我会用论述的方式来讲这些事情。那其实如果说像我到现在，我的老板告诉我什么话，跟我在说什么，我也不敢给笑。即便是我都做爷爷了，都快50岁了，那可能我某些工作事业方面可能还会比我老板稍微好一点点。可是呢，大哥就是一辈子出来混兄弟，并不是混犯罪集团。这个就是我要讲，因为其实一直以来我去会干干叫会怎么样，其实有很多观点，我今天一一剖析我的论述给各位听，看我有没有讲错。在馆长的世界里面，兄弟是什么？兄弟就是犯罪者、犯罪组织，他认为这个叫做兄弟。那我要告诉大家，并不是这样哦。高女婿来了啊！我在讲高女婿绝对能够认同了。在我那个年代，或者比我再上去的年代，或者比我再下来，我讲的通通都会能够得到，因为在我们那个时候，我们没有其他太多的赚钱的管道，所以心态上还是能够保持的比较健康。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球板，也没有贩毒，也没有什么 K 他命，所以说对于这些事情我们接触不到，所以我们的心态就能够保持，真的是当时在我16岁进了公司，我们接受到的思想就是第一个要忠要义，而不是为了犯罪，跟人家讲的完全是不相同，跟像馆长讲的完全不相同啦。对于大哥，我们绝对忠心。那我们会不会犯罪？我会啊，我当然犯罪啦，不然我怎么会关那么多年？那是不是代表竹联帮就是为了犯罪？我告诉你，当然不是。侠以武犯禁哦。今天当我心里面对一些现况不满，而这些现况是被法律保护住的时候，我就冲击它，我用我的青春岁月来交换，这叫侠以武犯禁。那这样对吗？当然不对啊，所以我去关了嘛，我就付出代价了。我们当然要跟年轻人讲，不要这样哦，不要犯法。好，你讲叫人卖做歹给他丢啦，卖叫人卖做兄弟。我这样讲好了，出来混兄弟，做矮骡子，跟去做流氓耍地痞去欺负人，真的是对。同样都是会使用暴力，但是完全不在同条路上，所以我要跟所有人讲，这就是馆长讲不对的地方。另外，他讲我是那个什么党，说我是红的啦，统一促进党。我这样讲好了，统促党的总裁呢是狼哥。我们今天从小进了公司，狼哥就是我们的大哥。即便我对于他的政治看法不相同，他还是我大哥，碰到他还是要很礼貌。我还是要真正他狼哥，你不要看每天3番2次的白狼来白狼去，白狼你在叫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么大啊，这就是你的养成教育有问题。你大哥教你这样子的吗？我大哥从来没这样教过我。我们碰到长辈就是要规规矩矩、礼礼貌貌，这就是我要论述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对你这么反弹。你教了年轻人些什么？全部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。你告诉人家你以前在竹联帮，然后你对狼哥这种态度。如果你跟统促党有恩怨，你跟统促党去解决，我觉得 OK 啦。那我就再讲坦白一点，我觉得那个去林口闹你的，我也看不起那个人，那个统促党的，那我就统促党了，没有吧？怎么会？我这样讲好了，我从我这开店这几年，民进党的高层、国民党的高层，连现在
民众党的高层，通通都是我的客人。客人是什么？如果你只把客人当作一个交易对象，那他永远都只是客人。当你把他当作朋友的时候，他就会是你的朋友，他永远就会把你当朋友。这个就是伦理。你跟客人有客人的伦理，你可以把他当朋友。为什么会讲到陈小春？为什么讲到金刚刀？这些都是从客人到朋友，朋友到客人，就是这样。如果这人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出来靠北这些，我也有点无聊，但确实就是有。那一直去讲党派，不要再制造对立了啦。台湾就这么大而已，我讲真的，有什么好对立的？谁要来台湾定居？谁要来台湾读书？不好吗？哪里不好？你告诉我。更不要说他的太太也是台湾，就算他是外国人、非洲人、法国人，我都觉得我们要 open mind， 欢迎他来。即便是现在的中共，这个没有什么好去对立的。你为什么要叫人家全家滚回去？我觉得是这样啦，真的不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巩固你的中心思想的这些群众，然后去认为你讲的都是对。你讲的很多东西对跟错是同时在并行的，所以你会把下一代给教坏。就跟张景雄的事是一样啊，他哪里错了？如果你一开始不要去弄他，今天会这样吗？你好好过你的日子不好，你非得要每天垫这个垫那个，垫这个垫那个，是真的这么会垫吗？你连累到谁？我讲真的，我对你的大徒弟感到很钦佩，真的，而且他对你很忠心。前几天有一个聚会，有个兄弟跟我讲说，怎么他叫他徒弟来，你就跟他徒弟谈，你就叫个年轻人跟他徒弟谈嘛。我说错了，我跟他徒弟讲完话之后，我受益良多。我讲真的，很价亏。我们经历过很多，到了现在，我不认为说我一定要去摆一个 cos 还是怎么样的，好像我很屌这样，不用，有事就说事，没事来聊天。对了，应援啦。昨天我对他也很不好意思啊，昨天我打电话给他，我还是要跟应援讲个拍谁啊，这个让你困扰了，对啊，所以我今天用论述的方式，把这些事情清清楚楚讲出来。当我们成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有社会责任在。你有这么多的受众，你旁边有这么多人跟着你看着你，你对这个社会到底有没有一个社会责任？你要想清楚这件事。不是你现在教育他们的是什么？霸凌嘛，某某粉专啊，就大家按检举啊，同学好，来了，同梯的来了，去按检举啊，就人多做的都对吗？你会造成年轻人这样子的想法，大家就拉帮结派，人越多越好，然后同样去做一件错的事也都对了，这样子是不对的，这是你的社会责任。我不会干啦，今天不会干啦。说好今天用论述的，因为我有答应应援啦。应援是个男子汉，我讲真的。所以馆长，我要告诉你的事情就是这样。台湾社会的价值的厚道已经没有了，然后你还继续把这些不厚道的事情一直不断的让你周遭的人去学习，我不认为这样对。当然你去行善，你去帮助一些弱势，这个对啊，有能力回馈社会，这男子汉在做的事我认同。可是你要怎么去教育你周边这些人，而不只是把他们当作受众，你未来的潜在客户来经营，这是你的社会责任。你已经成长成这个样子了，一呼百诺。所以说你到底对这个社会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责任？今天跟各党派政党没有关系。你去反共产党，其实你把我抹红怎么会对？你知道吗？我是第二代，我父亲的脸上、身上、腿上的弹孔都是共产党打的，不然脸上刺刀是日本人刺的啦。剿匪抗日这样子，我父亲一路走过来了。你觉得我会站在共产党的那一边吗？我即便不站在他那一边，我也不用去反他嘛。为什么？
我简单讲，中华民国在台湾，我就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，海的隔壁，同文同种，大部分的文化都一样。我即便不去追求说我现在要统一，但是我们是同血脉，不是吗？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只想了解你这么痛恨共产党的目的是什么？因为你当过海军陆战队，不管你原因为何啦，那是你个人的自由，你知道，我一定表示尊重。可是不代表我今天出来说你讲你，我就是中共的同路人，请你弄清楚。我呢，10几岁进帮派，后来跟帮派之间到现在，你说就像我上次开记者会，记者问我啊，或我会不会切断联系啊？我不会，那是永远都是我的兄弟，真的是我大哥，永远都是我大哥，是我弟弟，永远都是我弟弟。我没有什么好切断的，我的手是干净的，我就没有去违规删走，我用不起诉书证明了。那这一场乱从谁开始？大家都知道，没关系，都过了。可是为什么我今天会这2天会出来开这个直播去讲馆长？第一个就是陈小春的事，第二个就是金刚刀的事情。我真的不认为馆长你在这个事情上面是对的，或许我用了不对的方式跟你讲，我也干叫，但是我现在用正确的方式告诉你这件事。你听得下去也好，听不下去也好，跟我也没什么很大的关系。为什么啊？各路兄弟，拜托也不要再打来了，没有关系啊，我不会去对他怎么样，我哪里有办法对他怎么样哦？我怎么打得赢他？我的天哪！那至于他会不会对我怎么样，我们就他的宝贝的话，我不在意啦。我只想告诉你，你要反共也可以，好，这是你个人的选择，个人的自由，但是请不要阻碍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。我们在台湾，我们对中华文化、中华民族还是有责任的。就跟您现在带的这么多人，你的员工也好，你的支持者也好，你对他们有社会责任。你告诉人家你以前是兄弟，现在来洗手怎么样？金盆洗手怎么样？做了多大的生意怎么样？那很好。但是你没有把兄弟的本质讲出来，你讲的是一个犯罪者的本质。我告诉你，在台湾各行各业都有兄弟，有竹联帮的，有四海帮的，有天道盟的，还有很多以前角头的大哥。难道这些人错了吗？为国家尽忠，为兄弟尽义，错了吗？没有，我们是为了忠义而结合，跟你是讲说那些是为了犯罪而结合是不一样的。为了牟利而犯罪而结合的团体，那个叫犯罪团体，那个不叫做兄弟。你真的要分清楚。兄弟可能会犯罪，他为什么犯罪？监狱里面关的都兄弟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如果你去关过我就知道了嘛。没关系，这是你的选择，很好。如果我有机会选择不要关，我不晓得啦，这个太难了。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回归讲，就是说希望呢，馆长大人你不要一直制造对立。这个台湾社会真的不需要一直被对立了。打开你的胸襟，我们需要被接纳，我们要接纳别人。好，我的论述呢，大致上就到这边了。那希望能够对馆长能够有一点影响。这是我的社会责任，我会为我的社会责任负责。我人不多，快180个人在看，那这个一定会被转播出去，这就是我们的社会责任。今天我们在社会上生存，我们取之于社会，对社会就是有责任。刚你去，人家凤梨酥做的怎么样？人家从来不忘本，种凤梨种到乡下，种到柬埔寨去了。我们犯罪吗？我们不犯罪啊。所以说真的啦，你要想一想啦。那我这样讲好了，我也不需要大家对我的支持，大家也不必来加我好友。如果今天觉得我讲的对了，就听进去；如果我讲错了，你就留言骂我，就是这样。你骂我，我会看我是不是做错了，那我也不用大家来帮我捧场，我生意还可以，真的，好不好？大家想一下，我讲的话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？如果有不对的，告诉我，指正我，让我改进。谢谢。